麻豆主地吕连忠先生，同时也是德泰国际医疗集团总裁，长期投入教育关键甲慈善事业。2010年，伫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专设吕廷富、吕庄金凤奖助学金，也捐赠吕连忠系援助学金，捐出高达100万的美金回馈母校。吕连忠总裁心怀故乡，伫麻豆区成立吕廷富教育慈善基金会，帮助地方子弟教育学习，善行得到各界肯定。这次阁特别捐赠10万美金予麻豆区公所，作为急难救助用途，希望号召更侪人投入慈善行列。吕廷富慈善教育基金会，每年麻豆区各级学校拢伫五庙，大概拢伫个11月底、12月初，迄个颁奖，所以到现在是麻豆区历史上悠久的，佫继续的，有一个可爱所在，就是家长拢带子弟去参加。今年是我甲阮太太结婚60周年，所以阮家属，阮2个囡仔，我咧支持。变成咧啦，来做这个戏，所以他都提出这个案，变成咧对啦，所以你再甲大家讲讲我的过程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更多的人参加这些举动。市长委特特别出席捐赠仪式，并感谢吕家人的善心。吕董事长，麻豆人伫麻豆伫国外事业有成，人是住伫麻豆，但是事业做了真好，所以会当有这个关怀社会的心，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，能够这个善意善心的捐赠10万块美金，来帮助我们麻豆区弱势的朋友。麻豆区长杨振举表示，公所将依据社会救助相关法规设立专户，并审核个案，确保善款公平公正使用，让真正有需要民众会当及时得到援助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